新北市的警方接到家长报案，讲家己的后生甲4个未成年的朋友伫咧厝里啉烧酒，而且佫吵甲互厝边头尾拢来抗议，而且佫唔听可劝。警察到位了后，即寡少年的佫黑白呛声、起骹动手。经过调查是发现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失踪人口，所以警方是规起甲5个人全部拢带转去派出所，也要来追查因遮的酒甲烟到底是对倒位来。 警方入来查访，这个少年家食烧酒醉，佮一直大声咧喝休，先讲就讲袂顺车。这个人甲警察起冤家，愈来愈歹下手，看场面就要失去控制，警方甲喷含姜水压制。接获报案人指称，其儿子与朋友疑似在家中饮酒及妨碍安宁。针对少年抽烟及饮酒部分，分别通报卫生局及社会局进行采罚。 这个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，这个食烧酒醉的人拢未成年，车站饭店过点外，5个朋友伫咧厝里食烟佮食酒。警方接到家长的通报，把这5个少年人带回去派出所。 在《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中有明文的规定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贩卖、交付或者供应这些物质给未成年者。那如果违反这样相关的行为的话，会处分1到10万元的罚款。烟害防治法第17条第1项的规定，任何人是不得供应烟品给未满20岁的人。那违者会依照罚款我们会处最高25万以下的罚款。涉案的5个人内底，上少岁敢若13岁，其中2个还在读高中。不过未成年涉及食烟食酒，警方嘛要追查源头，调查是虾米人提供烟甲酒给因，嘛通报卫生局甲社会局。只要发现店头有提供烟酒的行为，相关单位嘛会依法来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